19日，伫台南市原参选人林建南服务处有一场温馨的庆祝活动，现场规划一项趣味的闯关游戏，就是希望会当互来参加的朋友有一场温馨快乐庆祝时光。伫现场，阁会当看到戏说台湾的演员中天嘛伫遮甲民众互动。今天的活动好不好玩？礼物领的够不够多？今天特别邀请我们在三立戏说台湾扮演这个包青天的艺人中天，来跟我们做一个全明星的一个游戏对抗战。然后我们的立法委员，我们的林楚英，台湾好声音，我们新的立法院的新战神，他今天陪同建南扫街晚之后，那也一起来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亲子游戏。那今天很高兴，我们很多我们的好朋友，那我们的家庭扶老携幼一同来参加今天的这个亲子游戏。那希望建南能够再次的邀请我们的市民好朋友，我们一同打造幸福台南。林建南甲演员中天也甲现场民众同乐，而特别篮下为林建南徛台扫街立委林楚英，也暂时放下专业一面，量力其中甲民众互动，场面温馨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